国立台北大学伫台北市有3块校地，拢伫市区是正价值。有监察委员是指出讲，伫民生甲建国校区，目前是拢以产学合作方式伫咧进行 BOT 的开发案咯。因调查嘛发现讲，这开发案涉多利财团，所以提案纠正台北大学甲教育部。国立台北大学目前主要校区位伫三峡，占地大约54公顷，也毋过伫台北市有原有3块校地，拢位伫精华地段。监察委员指出，其中的民生甲建国校区以产学合作名义办理 BOT 案，也毋过煞无符合大学教学必要，亲像涉及开发不当甲多利财团，所以提案纠正台北大学。有需要把那个校地交给民间去新建这个样子这么庞大的 BOT 吗？难道这2块地国家没有其他合理的使用吗？就为了那个几%的营运收入，你把这2块，我都还没去算算它公告限值、公告地价有多少，这么大的一个黄金地带哈，你就使用权让给别人。监委质疑。台北大学为着避免台北校区土地使用率上高方收回办理 BOT， 也毋过伫民生校区兴建的校友会馆，指出一般的旅馆真歹提供私生使用，伫后来也引起争议。建国是由国泰产业研发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5亿，有50年的使用权，跟你学校所谓建了一个产学研发中心，民生 BOT 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案子。它由这个红会民生合作联盟它来设了，那投资了21.6亿，空间有12000平左右，产学合作中心它怎么处理呢？监委认为，教育部无要求台北大学确实检讨使用需求。如错认定这间学校 BOT 案也当在纠正，也毋过到中昼这个进前，教育部甲台北大学拢还未回应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